好，这个时间卡了要创啥？你既然趁我甲年年带出去比赛的时阵，甲妈妈抢走，你奇怪，我当时甲你抢老母啊？啊无妈妈踮要我带好好，为什么突然间走去你遐？那不是安尼讲的。伊伫咧带咱好好，啊哪会走来阮兜？妈妈，一天比一天老啦，我着爱把握我所有的时间哦，好好啊甲伊做伙啦。我是大囝，照顾妈妈，我嘛是有责任啊。妈妈伫我遐过的生活是精致啊顶端的哦。我逐工拢互伊食灵芝燕窝，够高丽参哦。我逐工互妈妈穿 Gucci、Prada， 搁这香奈儿。我安心要带妈妈去欧洲佚佗啦。哦，妈妈，啊，咱是不是要一个游轮环游世界，对不对？好。不管安怎啦，我今仔就是要甲妈妈带走。袂用钱，妈妈是我的，妈妈是我的，妈妈是我的，是我的啦，是我的啦，是我的啦，我的，我的，妈妈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。你准讲你梁家辉哦？你想问郭富城？啊！你也讲说一下。妈妈，我知影哦，你即马足感动的吼，来，哇，足感动的啊！啊，你要选对一个后生，要甲上大，好好讲吼。你也想详细哦。你那些靠呀，我就不要死了！哎，妈妈，你地啦，地啦，哎，啉水啦。地址협，你地。大多冤家拢是民主上的问题，真正的交易是伫太平下的。我甲你讲啦，妈妈脾气种硬啦，无你想遐好风台啊。这我煞唔知。阮家只好爸母吼，对咱妈妈讲意见。哎，你若这样坚持，你老母带来你莫看我友好，你就要拄好我啦。你大囝有大囝的责任，我袂甲你抢，妈妈是让互你啦。啊，阿兄让小弟是应该啊，我让互你啦。弟弟就要尊重哥哥啦，让你啦。哦，啊，即摆你知影我是哥哥啊？你头母也带来啦。你带转去啦。哎，妈来，哎，我甲后讲好啊啦，啊，你着缀我转来厝住吼。去领导，哎，阿苗，我请你老母啊，这张是互你啦，吼。我啦，当然啦。安尼打包我啥？哎哎，哎，妈，你会记得我有甲你办一张卡无？迄卡吼，用愈济，红利会愈济啦。你紧摕出来用啦。赢我哟！话讲，卡阮两个兄弟伫太平下的谈判，其实是安尼。你这尔坚持要甲骂娘我，啊，想来都要来甲带。是啊，咱年爱我来接。我遮尔无闲，我哪有时间照顾妈妈？啊，我来哦，是让妈妈知影我嘛是会唔甘。只是你坦白甲我讲啦，啊，你遐坚持要甲妈妈接转去，是毋是因为伊手头迄笔钱啊？什么钱啊？啊，以前妈妈有甲是若保险啦，啊是若走啊，迄笔钱来啊，妈妈拢唔讲，我看伊是无想要分啊，我拢试过啊啦，拢无效，够当死。